近日，58歲嘅陳小春同大展鴻圖舞蹈原創團隊不齊舞團合作，齊齊跳咗一曲《戰無不勝》。視頻一上網，即刻火遍全網，大家都俾陳小春嘅舞姿圈粉，仲話58歲嘅佢精神狀態好到唔得了。網友喺評論區留言討論得火熱，山雞哥呢個轉身真係瀟灑到不得了，睇落仲專業過不齊舞團嘅後生仔。果然係幫梅姐伴過舞嘅男人，底子真係硬。就嚟6張嘅人咁打得，我哋70後嘅偶像真係夠堅挺。講起陳小春，佢係伴舞出身，以前幫過好多巨星伴舞。當年幫譚校長伴舞之後，得到校長賞識，校長仲介紹佢俾好多朋友識。之後陳小春又幫梅艷芳伴過舞，仲同林青霞獨舞過，慢慢打響咗自己嘅名氣。連天王劉德華都讚佢，陳小春跳舞真係有自己嘅味道，好會跳。不過真正嘅轉折點喺1992年，25歲嘅陳小春為林憶蓮嘅演唱會伴舞。慶功宴上，陳小春被推上舞台表演，大家都以為佢會跳一段熱舞，點知佢竟然拿起麥克風唱咗一曲譚詠麟嘅《水中花》，唱到林憶蓮都話：想不到我嘅伴舞隊都係藏龍臥虎嘅地方。陳小春唔單止震撼到林憶蓮，仲吸引到製作人許願嘅注意。之後許願揾到陳小春，邀請佢加入朱永棠同謝天華嘅組合風火海，從此陳小春就開始發光發亮。後來因為各自發展，風火海解散咗，陳小春就憑住自己獨特嘅聲線，唱咗好多膾炙人口嘅歌曲。獨家記憶算你狠呢啲歌 ，KTV 裏面成日都有人點唱。除咗做歌手，陳小春仲開始入行拍戲，一部《古惑仔》令山雞哥紅遍大江南北，陳小春都成為咗三棲全能藝人。感情方面，陳小春情史真係豐富，9段緋聞女友個個都靚到爆燈，真係令人羨慕。第一段係同徐浩瑩，兩人拍《鹿鼎記》時互生好感。不過因為陳小春成日臭臉，沒幾個月就被徐浩瑩甩咗。之後就係徐若瑄，1996年兩人拍《愛上100%英雄》時相戀，戲裏戲外都恩愛到不得了，仲被拍到一齊過夜。不過愛情嚟得快，去得亦快，冇幾耐就散咗。再之後就係車婉婉、周英琪、孫燕姿，個個都轟轟烈烈，但都冇一個能夠長久。最引人注目嘅就係佢同張柏芝啦。2003年，陳小春同張柏芝喺泰國被拍到，兩人在泳池邊關係好親密，張柏芝仲幫佢抹油。照片一出，各種新聞滿天飛。不過最後張柏芝都係選擇咗謝霆鋒。9段戀情，各種性格嘅女友都冇令到陳小春揾到感情嘅歸宿，佢就好似一個喺愛情路上迷路嘅細路仔。唔知自己究竟中意咩？直到2006年，應采兒闖入咗佢嘅世界。應采兒人靚，性格又直爽，好快就令到陳小春淪陷。兩人最終喺2010年情人節喺拉斯維加斯低調完婚。婚後嘅陳小春變身唔好男人，應采兒都先後生咗大仔 Jasper 同細仔 Ho，一家4口生活簡單又幸福。婚後應采兒基本上就淡出咗演藝圈，全心全意照顧家庭，呢樣都令到陳小春嘅狀態好到不得了，完全唔似快60歲嘅人。之前參加節目，佢跟住個仔叫奶奶嘅人，年紀仲細過佢，但狀態就差好多。依家睇到58歲嘅陳小春狀態咁好，喺群舞裏面仲係C位擔當，應采兒怕且係坐唔住啦。點解自己老公越老狀態越好嘅呢？其實陳小春能夠保持咁好嘅狀態，除咗自身底子好之外，都係因為婚後生活幸福美滿。應采兒成日喺屋企湊仔，陳小春就有更多時間同精力去發展自己嘅事業，仲可以保持住對生活嘅熱愛同激情。而且陳小春一直以來都好注重身體健康，平時有做運動，飲食都好健康。加上佢性格樂觀，成日都笑口常開，咁樣嘅心態都係保持年輕嘅秘訣。所以雖然陳小春已經58歲，
但狀態仲係好似後生仔咁，跳舞、唱歌、拍戲都得心應手。網友們都好期待陳小春能夠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作品，無論係音樂定係影視方面，都希望佢能夠一直保持住呢份熱情同活力。同時，大家都祝福陳小春同英采兒能夠一直幸福下去，一家四口永遠都咁開心快樂。陳小春嘅故事真係好勵志，從伴舞出身到成為三棲全能藝人，再到擁有一個幸福美滿嘅家庭，佢嘅每一步都走得好堅定同自信。佢嘅經歷都告訴大家，只要努力同堅持，就一定能夠揾到自己嘅位置，實現自己嘅夢想。所以大家都要向陳小春學習，唔好怕困難同挑戰，要勇敢咁去追求自己嘅目標。同時都要珍惜身邊嘅人，好好愛自己嘅家人同朋友，咁樣先能夠擁有一個真正幸福嘅人生。